一看这小兄弟就是个识货的人。我说实话吧，在青铜古玩界，我也是有名有姓的。要不是急需用钱，我才不买这宝贝呢。你呀，混在古玩界，以后咱们呢会经常碰面的，还请小兄弟多多关照啊。哪里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。啊，是。哎，就这么着吧。得啊，请留步。哎，慢走您啊。好。我说吴姐，这玩意儿可是你忽悠我花30万买的，万一砸手里，你可得赔我啊！胖子，你今天可是捡到宝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不就是一破绝杯吗？什么破绝杯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东西叫做角，是商朝一个温酒的器皿。啊？市场价值100万。真的假的呀？1万！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找一个专家问一问。哥们儿，这回算赚大发了！我请客，咱们吃烤鸭去，吃烤鸭饺一会儿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？怎么不提前打招呼？我接你去啊！太不局气了你啊！你自己来的？哎，胖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哎 ，Long time no see 啊！这个是陈成成，之前跟我们一起去了鲁王宫，但是他没有下到。啊，这我行了。你昏倒那时候在村里打过一照面，上回走得急，没来得及打招呼。胖哥你好，叫他胖子就行了。真你好啊，陈成成啊，成。对了，其实我这一次来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我。什么事说？我想见霍家老太。你说的是老九门里霍家三小姐，江湖人称霍仙姑的霍老太？没错。吴姐，你也太天真了吧你！甭说是你，就算是霍老太亲儿子想见她，都得看她心情。你怎么跟三叔一样，试都还没试就说不行？我没说不行，咱们北京人讲规矩。至于你胖爷我嘛，你瞧我什么时候守规矩？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要找他呀？等搭上线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哦，好吃。来，你尝尝。谢谢胖爷。多吃啊！好吃的。不过我们在家千万别给我胖。您放心吧，有他再吃够了，再吃够了。哎，不姐，我呀找了专家帮我鉴定了一下，你猜怎么着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瞧不出来啊，你在这古董鉴定方面这么深造诣啊！胖爷，我这回算赚大发了啊！随便吃啊！运气好而已。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干一杯，请胖子。喝了。干杯！难怪这潘家人啊有这么一句话，说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是啊，胖子这次赚了这么一大笔钱，估计3年都可以在家里休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的忙办得怎么样了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早办妥了。这么快？那是啊，你也不扫听扫听，北京4九城，我王胖子也算有一号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但是我还是得先听听你这理由，再决定干不干这事儿啊。你还记得我们从鲁殇王的墓里面拿出来的镶金丝帛吗？记着。你们最后到底捐没捐啊？那是假的，被小哥调包了。什么？三叔已经验过了，纯度太高，战国时候的工艺根本做不出来。我操！这小丫头蔫不唧的背后阴子，别让王胖子逮着丫的，逮着丫非花了他不可。
这个东西的来历，可能只有霍老太知道。怪不得，我说你找他干嘛呢？霍老太要参加一拍卖会，这样咱们混进去，来个釜底抽薪，当面问他不就结了吗？不会被赶出来。那就要看你吴家小太爷的本事了。哎，你说那胖子到底靠不靠谱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哎呦，你们两个先别关心胖子呀。我今天花了这么长时间，特意换了一造型，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格外的美啊？还不错。就还不错啊。我倒是觉得你们两个今天特别帅，这不知道的人啊，还真以为你们是哪家大少爷呢。大少爷？你有见过哪个大少爷是打车来的，然后一个人坐在马路边这么可怜？胖子，你还好意思照镜子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胖哥，等半天了吧？你这衣服找谁借的？还挺合身的。我自己的。哎，我前一阵子在兜里边，哎呀，太辛苦了，我有点补大发了。去，笑什么笑啊？我跟你讲啊，爷今儿就穿一裙子来，那霍老太太让我进去，你信吗？信。行了，快把 ID 给我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什么啊？我上哪儿给你搞这 ID 卡去？我能打听到这地儿就不错了，知道吗？胖哥，我没有 ID 卡的话，根本没法进去啊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就别难为我了，昨晚我想一宿怎么来，我都不知道。你这也太不靠谱了。哟，这东西你哪儿搞来的呀？昨天晚上我花了点时间，自己做的。海少，我从没发现你这么靠谱，让我刮目相看啊！今天格外帅啊！哎，也别说啊，这废物有时候还有点用啊。他可是高科技人才。行了，我们有卡，赶快进去。走。好，下一个。去。谢谢。我来哎，胖哥，好啦。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抓点紧啊！他们拍什么？还能拍什么呀？这地儿可是全北京城玩文玩最高端的地儿啊！霍老太肯定是来拍宝贝的，咱们得抓住机会。走喽。怎么样？漂亮吗？高大上啊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跟这儿比起来，潘家园、琉璃厂那些都叫地摊儿。所以你是摆地摊的呀？吴姐，这位女朋友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瞧丫是一外国人，我早跟你动手了。吴姐，不是你自己说潘家园是摆地摊的吗？走啦。哎呀，走，赶紧走。大庄的生意啊，都在这三层举行的。这儿以前呢是太监跟老外经常交易的地方。那这里的交易风格啊，就是这种中式和西洋结合的风格。哇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儿做的吃的应该特别好吃啊。怎么什么事儿你都想到吃啊？礼宾请。怎么那样啊？以后记住了，跟胖爷好好混，带你们来的全是这种好样。好，几位礼宾请。这位是长沙吴家小太爷，一会儿里边找一好点地儿啊。您是要雅座还是大堂？
你这话问的，你瞧我们这打扮，你这，哎，真是缘分呐！啊，这是昨天卖青铜器的那个人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杜哥，哟，您怎么那么闲着来这儿了？哎，慢着，哎，这位先生，咱们是不是见过面啊？大哥你也来了，真是太巧了，太巧了。哎，你俩，你们俩认识？不，听我说啊，那怎么能不认识啊？你忘了昨儿在我这店里，咱们不一块儿认识吗？昨儿刚认识啊，今儿就结伴来这新月饭店。咱们北京老话不是讲了吗？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他是我朋友，你也是我朋友，谁跟你是朋友啊？我告诉你，把东西还给我，我不卖了。别，您别生气，您激动什么呀？你说一会儿脑血栓经理再发，这边有人在吵架，您过来看一下吧。您那绝杯不也不是我逼你卖我的吗？我再说一次啊，把东西还给我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咱先不生气好吗？有事慢慢聊，别着急啊。他也是一个好女人，咱们还是别得罪她比较好。那也不是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，是吧？我问你，还不还？啊？你听我说啊，您别生气，那东西呢，我是还不上了。昨儿我出手了，可是呢，您要是实在觉着您卖的亏的慌，你这么着，你给我一卡号，我把我挣了多少钱呢，给您打回一半来。大伙儿都是做生意的，不能看我赔了，是不是？你当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？啊？没那意思，你说你怎么能叫花子？您穿西装打领带的，是不是？啊？别，不至于。你信不信？你走出这新月饭店，我有本事让你在这北京没法混。经理，这位先生，您能好好说话吗？您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你算哪棵葱啊？哎，不是怎么说话？你这儿对不起，这里禁止大声喧哗。啊，经理是吧？啊，其实我们就是有点误会，都是朋友。谁跟你是朋友啊？把东西还给我！几位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卡只在进门的时候有用，你怎么不早说？4张卡都没有用，我怎么知道会查呀？你傻呀你啊！四位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的行为属于非法进入，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2条路，要么现在报警，让警察把你们带走，要么赶快走，并且以后永远不能进入新月饭店。不用那么严重吧？等等，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这位是长沙吴家小太爷。今天有重要的事儿来这儿见霍老太太，就你们几个，耽误了我们大事儿。李经理是吧？你负得了这责任吗？我们不管是谁，我们只按规矩办事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只有请霍老太太出来当面解释了，是吧？请霍老太太吧。经理，路上我在哪里要请他们上去？怎么再说？这几位是顾家的客人，还请你注意。这就是个误会。4位贵客，里边请。算你们走运，今天有人给你们撑腰。不过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你看我说是场误会了。是，既然这样，你忙你们的吧，没你们事儿，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胖哥，这么说我们不用被赶出去了？胖子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胖友我在北京城面儿大呀。你就别吹牛了，他们不会认错人了吧？哎，你管他们认不认错？不是让咱们进了吗？哎，走。
么样？还好没人赶过来。哎，胖哥，这个就是那什么拍卖台吧？这儿啊，原本是戏台子，平常演些京戏什么的，不过现在改成拍卖台了。啊，这里还真是唱戏的呀！我就听说在北京，大家喜欢听点传统的东西。那是啊，我们老北京就好这口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地儿搁旧社会，那都得是王爷辈来才能进来的。不过现在啊，成土豪专场了。哎，胖子，这上边是雅座吗？那上面坐的可都是人物，一般人根本上不去。那边，几位这边请，行请。行。又漂亮了啊！胖哥，快点点吃的，饿死我了！你怎么那么能吃啊？点什么点啊？我饿呀拿得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哎，好不容易来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高级，不点点东西对不起自己的胃。你就让他吃吧。就是，快点！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来来来，服务员，来，菜单给他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谢谢胖哥，太好了。自己买单就行。点啊！我的妈呀，这给人吃的呀，还一盘豆芽12000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叫仙鹤指路，知道怎么做的吗？就把那豆芽啊，中间那芯儿掏空了，里边灌上燕窝和那鸡蓉，就叫仙鹤指路。哦，点啊，快点！胖爷，还是你点，我跟他不熟。这一笼包子要3000，这菜都是金子做的呀。那是啊，可是这顿饭要是吴邪请客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是吧？哈哈哈哈！太坏了！大师兄吃点什么？我们来主要是为了见霍老太太，这种排场的东西就不要了吧。得，来一壶花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胖子，一壶花茶多少钱？1800，外加10%服务费。喂，你怎么点这么贵的呀？也不点点便宜的。你小点声，这他妈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几位，茶来了。哎，来，我自己来。谢谢啊。 180没了。哎，这个能不能打包啊？打包干嘛？这么贵的茶，我带回去做茶叶蛋呢。哎呀，这真是丢死人了。茶叶蛋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孙哥您来了。胖子，他谁啊？刘丽孙儿。刘丽孙？刘丽孙是谁啊？你们真是没挨北京城混过。丫原来就是一臭倒琉璃珠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着闹大发了，家里面全是宝贝，一般的东西根本瞧不上眼儿，得是极品才有可能出现。这几年丫混的也算是北京城一风向标了，他在哪儿出现，就说明哪儿有高货。可算起来，丫已经有好几年没出来了，今儿个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你不是说他是风向标吗？说不定这次拍卖会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哎，去哪儿？我估计今儿啊，一定有好戏看，没准还是台大戏。我去弄点拍卖手册回来，瞧瞧今儿到底拍的是什么东西。好，吴爷，霍老太太请您一步，楼上请。你是说霍老太太？小姐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胖子，
你不是说没有找到霍老太太吗？我是真的没联系上啊。请。哎，胖哥，这么说霍老太太知道我们要找她呀？霍家的本事可不是一般大。说不定他跟你爷爷有什么交情，正好借机会会你，看你跟你爷爷长得像不像，来个赌孙思爷。孙思爷真有文化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管怎么样，这一路要多谢霍老太太的照顾。列好队形，咱可不能栽面儿。走。请。临京石药串，照水或沾妆，不辞红袖诗，唯怜绿叶香。此物名取自刘孝绰的《遥见美人草图》。几位贵宾，请进。吃起来了。请问霍婆婆在吗？不关你们的事，别瞎看啊。我跟你说呀，这2年新月饭店可没这么热闹过。哎呀今天难慢得点吃，跟着霍家老太太，我们也来开开眼。可不是嘛。请问在这儿呢。你别看我，我现在是你跟班儿。夫人，小姐马上就到。我是吴邪，没打扰您休息吧？你就是吴小狗啊！果然跟那吴老狗还有几分相似。别人说我还不信呢，原来那臭狗还真没有绝种。婆婆您说笑了。笑起来更像，看来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旁边这几位干嘛的？他们是陪我来的。出去出去！你不在杭州好好待着，跑北京干嘛？婆婆，我这一次来是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。等我吃完饭再说吧。哎呀，在里面闷死了。这座传说中的霍老太太气场可真强，真不愧是霍家人。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方女性独特的美。啊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俩消叨着什么呢？见过世面吗？有什么呀，穷摆谱的？走，我带你到别地儿转去，这里好玩的地儿有的是。怎么办呀，胖爷？怎么办啊？吴邪在里面怎么样啊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在呢。先生，你的玉簪掉了。这玉簪与小姐貌若西施的面容可谓是绝配，没有早一步，没有晚一步，恰好被小姐捡到，想必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我就将这玉簪赠与小姐，不知小姐可否赏脸到包间一叙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一远房外甥刚从德国回来啊，他这里有问题，没治好。刚打扰了啊。您忙您的。不好意思。干嘛呢你？不知道这是2楼的人。2楼的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没记住啊？能上这2楼的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你招他干嘛呀？这德国都这么泡妞的？我说你有病吧你呀！还你在德国都这么泡妞，你普通话说利落了吗你？啊？这簪子怎么回事？潘家园地摊上淘的吧？胖哥，你太聪明了吧！还少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就是个弊货，给我都不要，你给人大小姐。不是你泡妞，你下点血本行不行啊？就您这破玩意儿，连他妈跳广场舞大妈都能看出来是假的，拿来泡妞丢不丢人？说明我单纯善良没心机啊！大小姐。啊，对了，大成，我刚刚看到有几个人挺面生的，哪来的？是老太太叫来的。奶奶请来的。和长沙吴家小太爷一起来的。吴家小太爷。老太太让你进去。哦，知道了。对了，他快到了，你去接一下，我在这等他。是。人生总是会掉落小小希望的。服了。别说呀，你这眼光不错呀。那小娘们瞧着长得不错啊。说什么呢？我说，吴邪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霍家人不好对付。就是啊，这么把我们赶出来，太过分了，肯定嫌弃我们没什么来头。哈，爷他妈还瞧不上他们霍家呢，瞎牛逼什么呀？哎，说什么呢？几位，有本事就当面去说，别在背后出言不逊。我说什么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胖哥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算他妈什么算啊？爷本来就气儿不顺。我说你们霍家管得够宽的呀，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啊，真逗你们。请你让开。你让我让我就让开呀。是我们夫人帮你们说话，你们才没被赶出去。现在怎么还反咬一口？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我求你们帮忙了吗？闪开！韩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胖子太胖了，挡住我视线了。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先别想。哎呀！韩少，哎呀！韩少！哎呀！哎呀！快来人呐！来人给评评理啊！是啊，你看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们霍家太不像话了，说打人就打人的，有人管没人管的啊！你们不要在这里嚷嚷。继续装，就算是霍家也要面子的，事情闹大了，对他们也没好处。二位姑娘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来给评评理啊！我这个外甥从小在德国长大，我看着从这么高一点一点长起来的，从小学习就好，就是德国的3好学生。可是头一次跟着吴家小太爷来这参观学习的，你们说他们霍家像话不像话？说打人就打人，你看这伤成什么样了？这要治不好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治不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有动手，韩少，是他自己摔的。韩少，这位先生，万事都讲个理字，是不是我们动的手？监控一查便知。哎呦，监控好啊，太好了！来，这位大姐，你慢慢起来，你给大伙讲讲，理评评理。你还评什么理啊？我告诉你们，看人都晕了，我要去跟关宇吃饭，告诉你们。韩少，婆婆，我这次来找您，是想向你请教一下蛇眉童鱼的事情。蛇眉童鱼？那你是白跑一趟了。怎么可能？现在老九门只有您知道这件事儿。这陈这么烂谷子的事儿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哪里的话，您现在是老当益壮，鹤发童颜，怎么可能不记得呢？哼，
我倒是比那只吴老狗要长寿一点儿。你这张嘴油腔滑调的，跟那吴老狗一模一样。你怎么好的没有遗传到，坏的毛病倒是完完全全的被你继承下来了？难不成是你奶奶让你来会会我这个老朋友，看看我到底老成什么样了？婆婆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想来问一问关于蛇眉童鱼的事。不瞒您说，我也很久没有见过我奶奶了。自从我爷爷去世以后，她就一直在老家足不出户。那是因为她眼光差，嫁了个短命鬼。你怎么会想到我这儿来问这个？那吴老狗知道的比我清楚多了，他不是都记在他那个破本子上了吗？笔记已经被销毁了，要不我也不会来麻烦婆婆您。哼，是不敢呢，还是不愿意呀？我自然是不愿意给婆婆您添麻烦。得了吧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？它就在我这儿。从哪儿偷的？婆婆，我不是偷的，有一个境外盗墓集团对这个很感兴趣，我怕文物被外贼偷走，所以就想搞清楚这个蛇眉童鱼到底有什么作用。哼，盗墓世家居然出了2代保护文物的小狗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如果给吴老狗知道了，会不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？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不能由你来问，得让你奶奶来问我。婆婆，咱们不开玩笑了，这件事情就不用惊动我奶奶她老人家了吧？哼，开玩笑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霍仙姑做买卖从来就不开玩笑。我跟你奶奶是发小，都几十年了，她从没有来看过我一眼。哼，我在杭州那个鬼地方，我让她来见见我，是玩笑吗？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回去跟你奶奶商量商量。如果你奶奶不肯来见我，那你也不用来见我。送客。评理啊！你们看，就是去了，太过分了，你们！海上，海上，难道他就是？这样啊！海上，你醒醒！海上，你醒醒啊！太过分了，你们！你怎么了？海上，没事吧？吴邪，是他们用的手推了海上，你看，他现在成这个样子了。哎呀，我的盆骨啊！吴少爷，你总算来了，你给评评理。这两个家伙就是霍家的人，蛮不讲理啊！为了赶我们出去，说打人就打人啊！你知道外甥被打成什么样了？这是太过分了！我的尾椎骨！大庭广众就打人，太嚣张了吧？就是啊！吴邪，你干嘛呀你们？欺负人是不是？这吴家小太爷也不过如此。玩真的是吧？哎，你们来啊！有什么？别动手！别动手！胖子，住手！有哪位啊？谁啊？你就是吴邪吧？对啊，我是。你是？雨辰，奶奶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哇，这么热闹！大成，我可没让你接这么多人。你就是刚刚离开的那位客人吧？我对你们的谈话很感兴趣，可以告诉我吗？啊，只是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。
那你又是？秀秀，他就是吴邪。果然你就是吴家小太爷。怎么好像你们都认识我，我却不认识你呢？我叫霍秀秀。既然这吴邪是奶奶交的朋友，那我们就让保镖去那撤下。穿一粉衬衫，出门也不怕招老屁股。他不是诚心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别放在心上。要是没有事的话，要不要一起过来坐一坐？谢家少爷，难道是那个谢家？哪个谢家呀？他很有名吗？谢家原本也是老九门当中的一员，在北京城的古玩界也有一号。我听说谢家跟霍家联姻了。瞧刚才霍家大小姐发飙那样，你们也看见了。这粉衬衫啊，应该就是她未婚夫。走吧，我跟霍老太太还有些事情没说完。这边请。张老板您好，张太太。婆婆，我先前不是和你说的很清楚了，你奶奶不来的话，你就不用来见我。你拿的那个东西，我是知道那么一点，但是现在年纪大了，记不清楚了。他说什么也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再想见这老妖精可就不容易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啊，耍赖你就跟着一块儿耍赖呗，反正不走就行。大家怎么都跟见了鬼一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婆婆，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待会儿我们4个就跪在这饭店前面。谁让你坐下的？站起来！大成，把这几个臭流氓给我拉走！哎，我早就听说，这霍家人爱起范儿，尤其是您霍老太太，说您出个门比那慈禧太后排场还大，今天算见识到喽。可是呢，您要真让您手底下这几块料和我们出去，这就显得你们霍家人忒小心眼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吴家小太爷根正苗红，尊老爱幼。可是我王胖子呀，打小就一臭流氓，脾气不大好。你说万一待会儿比划起来，把这地儿给砸喽，这对你们霍家的名声不大好啊！大成，送客！啊！哎，别过来！这里不可以。等会儿，也有素质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也不玩喽。婆婆，这件事情你也别生气，
王胖子也是一时胡说，况且吴邪也是吴家少爷，咱们犯不着因为这么点事跟自家人伤了和气。婆婆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这位子不是想做就能做的，做了有什么后果？让他做，他想做的话，就让他做吧。婆婆，我真的是说到做到。之前您跟我奶奶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如果当初我爷爷有什么对不住您的事儿，要不这样，您抽我几巴掌，就当解解气。行，我是怕了你了，吴大少爷。不过，你先别问，你就算问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你就这么坐在这儿，坐到4点半。你要是坐得住的话，我就不难为你了。就光坐着就行。对，光坐着就行。别急，我肯定不会让你无聊的。会有一场好戏看的。开始。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闲杂人等请退场。真是来对地方了。我们即将开始分发拍卖名册和打手印。霍太太，您的朋友是不是坐错位置了？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了吧？你不相信，居然有人还敢坐这个位置，都10几年了。自从老昌盛坐在这儿之后，就没有人敢坐这个位置。不过，今天拍的这件东西，可算是100年一遇，出现几个不要命的，也算是应应景了。还不赶快给吴少爷也送上花名册，伺候好了啊，给你长长眼。好的。这件宝贝可是个极品呢。是啊。老板，这是我们送的，您慢用，有什么吩咐随时叫我们。
不是你坐地儿，走。这家饭店已经很久很久没人敢点这盏天灯了，你也算是给老吴家长了脸。从此以后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你这吴家少爷的威名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点天灯，我之前好像听说过。威风也是一时的，恐怕你们老吴家这一次要被你这盏败家灯给烧光了。拍卖，现在开始。胖子，现在要价多少了？快1个亿了。这会儿中场休息，一会儿马上开始下一轮，每交一次价涨200万，也算他妈长见识了。哎，你瞧见没有？这小娘们够邪乎的。这里边这么多买家，人手一铃铛，每叫一次价，铃铛都响一回，从哪儿响都能听出来，从来没错过。这耳朵都能破案去了。是啊，霍老太还没出价，他是不是准备后面加码玩大的？哎，吴邪，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点天灯吗？在拍卖这一行规矩里面，无论这一轮卖的是什么，价格是多少，最终都有点天灯的这个人以最高的价格买入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轮的场子都被我包了。没错，点天灯就像是赌博，一把火能把你烧得精光，一如很多豪赌，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。这点天灯可不是有钱就能玩的。如果点天灯的人最后承受不了这个价格，就由上一位出价的人获得拍卖品，而点了天灯又无法出价的这个人，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有的时候是钱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？倾家荡产，再不然，算上一只手、一条腿，大概也就够了。那个少爷，我刚想起来，今儿那个老爷让咱们回家吃饭去，咱不那儿玩了，走。没有闹。这次整个场子只有一件极品，看样子霍婆婆今天是志在必得，不到最后绝不善罢甘休。我这盏天灯要是烧起来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恐怕也是不够吧。那怎么办？我说他们怎么都玩命加价，合着到最后都是咱们买单。哎，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。从一开始，这老太太就想故意整我们，这下祸可闯大了。我们管不了什么线索和线索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直接跳下去，抢了神秘同意就跑。我赔你12秒5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这样也能听得见啊？
你有病啊！那儿到这儿有多远？能听见我才不信呢。那我试试啊。小娘们儿，小娘们儿，能听见就上来抓胖爷啊，否则一会儿你招胖子别说了，哎，听不见。快走！你不走来不及了，走！等一下，你们忘记和老太婆的约定了，还有5分钟。胖子，你能坚持5分钟吗？没问题。我们既然来都来了，霍爷闯了妻也受了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就5分钟，我要让老太太看看什么叫做风骨。行，爷今儿就发个威，让你风骨一回。你们疯了！得罪这儿的老板，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婆婆，正如您所说，这个饭店开得太久，老板太安稳，总得有人来给他一点刺激。今天我就当个好人，给他刺激刺激。胖子，你流鼻血啊？没事，每个月都流。不许搬凳子，你没犯规！晨晨，你闪开，小心点！动手！婆婆，你不能耍赖啊！你能砸场子，我就不能砸你。到底是谁耍赖？还剩到时间没有啊？到了，爹！去你的！走，打呀，打呀！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！婆婆，下次再慢慢问吧。再见。少爷总是帮我们，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，不过看着有点眼熟。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松。他们应该也不敢在大街上动手吧？他们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就是。趁他们没找到我们，赶快走吧！完了！怎么了？我手机掉了。手机掉了，再买新的呗。不行，我落新月饭店了。要是被他们那群家伙捡去的话，那我们的身份不就全泄露了吗？他们不就知道了？怎么办啊？哎呦！这样吧，我去找，你们两个找个地方先躲起来，啊？那你小心点啊，慢点啊。哎，他搞不定，我去帮他。村长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快帮我放啊！别开玩笑了，快点儿！急什么呀？我有话想跟你慢慢说呢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还真是天真。还是好，醒醒！吴邪，我感觉我刚才好像被扎了一下，好像是还真是陈程啊！有些人觉得自己无知，会显得很可爱。我告诉你，海上，像你这种叫愚蠢。都是你干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吴邪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是什么陈程，陈文锦确实是有个侄女儿，但不是我。你骗我呢？手机根本没丢。你干嘛？当然是通知你亲爱的三叔了。喂，你为什么把三叔扯进来？因为他跟你一样蠢。我说自己是陈文锦的侄女儿，他就真的相信了，毫不怀疑。咱们是朋友对吗？很多人宁愿否认事实，也不愿意面对真相。醒醒吧，朋友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呢？其实并不重要，只要是为了能达到目的，我可以拥有任何的身份，成为任何人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跟你一样，都是为了神威童女。我来到这儿，不是为了跟你吴邪做朋友的。不如你猜猜，我黏着吴三省到底要做什么呀？你们吴家人还真是一根筋啊！身为老九门的后人，却看不透人心和本质。说白了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条鱼。可是我完美的计划，又被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吴家大少爷，全部都给搞砸了。三叔应该比你明事理吧？所以找鱼的事儿，我还得重新拜托他亲自出马了。别说了，三叔不会来的。哼，错了，为了你，吴三省当然会来。吴邪，你要知道，是你自己害死了你三叔。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你来到杭州找我，见三叔和我们一起保护文物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们的确认识没多久，可我对你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海少。你真是太天真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只有跨越道德边缘的人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，吴家大少爷？
三叔很在乎你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，就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鱼，我会想办法给你的。别说大话了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晨晨，坐下。想救人，就拿蛇眉铜鱼来换。好了，接下来你们是死是活，就要看巫三行怎么做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中国人不是最讲情分的吗？情分？什么是情分啊？你以为我跟那个阿宁是一样的吗？你们是一伙的。就她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笨女人儿。虽然我们是同一个老板，但你千万别把我和她相提并论，她还不配。陈成成，闭嘴！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。怎么说？我们也一起吃过饭，一起开心过，一起冒过险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啊！你应该比我懂。你跟敌人讲仁义啊？你找错人了。你们老板追着我，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想知道这个呀？自己去问阿宁。我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是你们的人？你猜？哼，真坏！你看，是你三叔来的电话。原来之前说什么从来不接电话、不看短信都是假的呀？怎么样？是你跟他说，还是我跟他说？那边。哎，醒醒！他们被人抓走了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
什么？你们说陈程程是假冒的？她不是陈文锦的侄女吗？那他说在文锦那边找到的帛书，然后为他姑姑下墓，这都是假的？我真是太大意了。我早就知道文锦有个侄女，还不去调查，我以为没问题，没想到还是被骗了。还好你们两个没有栽到他手里。三叔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只怪那个假冒陈程程演技太好，把我们都骗了。他到底是谁啊？他跟阿宁一样，服务于同一个老板，就是那个战国帛书的主人。战国帛书？裘德考？裘德考，就是牛头和帛书的主人。三叔，你认识他？他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这个你别管。我告诉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这次跑到北京给我闯下这么大的祸，麻烦你们给我长点心行不行啊？不要什么事都擅自行动，也不要随便相信别人，行不行？裘德考，这么多年了，居然算计到我头上来了。三叔，你就告诉我一下，这个裘德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枉我把她当亲侄女呀！这小丫头把我骗得太惨了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去玩一下电脑。真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啊！三叔啊，你总不能永远把我当局外人吧？这臭丫头，气死我了！我还真以为她是文锦的亲侄女。陆姐，快来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样都被你找到了，三叔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一个跟姓张的小哥长得很像的人。你们都在同一张照片上，你总该有点印象吧？20年前的事情了，谁能够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况且当初我第一眼见到小哥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眼熟。可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，20年前，小哥还是个毛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我一起下海去考古啊？三叔，那你们20年前考古究竟发现了什么？20年前，我和文景，我们那时候是第2批被招进去的考古学家。其实我们去就是为了负责研究怎么进入那个古墓，但是大环境所致，导致我们的研究陷入了困境。至于那4角狮头铜盒，我从一早就怀疑是其他盗墓者带进去的。那种海底墓，进墓穴就必须打开墓墙，一旦打开了，海水立刻涌入，导致无法想象的连锁反应。那个盗墓贼究竟是如何克服这些矛盾的？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明白。1个月以后，我们的研究实在没有什么进展，考古团队被逼撤离，古墓重新封土。哎，那些研究资料呢？总该有保留吧？那些数据啊，所有的地理位置啊，详细的都交给政府了。之后呢，就没有之后了。所有的东西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中喽。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之前都不告诉我呢？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？那蛇眉铜鱼当年60几个学者都研究不出来这鬼东西是干什么用的。
后来上交给政府，他们好像有点发现，不过我们也没收到那些报表，不知道是被扣下来了，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总之啊，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那现在还能找到那些资料吗？吴邪啊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天真呢？你想得到的事情，难道你三叔我想不到吗？后来那些资料全部被锁进了档案局的地下室里，几年前的一把大火全部烧光了。啊？谁知道其中有什么蹊跷？哎，三叔，那个海底的墓呢？那么古怪的墓，你就这么轻言放弃啊？以你的脾气，就算明着去不了，你私下还不偷偷的去啊？三叔，你就告诉我吧，你别卖关子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呵呵，不行，剩下来的那些秘密，就算我进了棺材也不会说的。三叔，你不为我，你也要为了给陈文锦姑姑一个交代。太像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像呢？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可能20几年都不变的。我明白啊，明白什么了？三叔，哎，我有要说吧？哎，你要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啊？不是，三叔，我跟我玩呢。三叔，走了。三叔，哎呀，再说吧啊！哎，三叔，开门啊！三叔把门打开啊，有话好好说。三叔，三叔。喂，胖子是我。啊，那条鱼有线索了。什么？小哥肯定是个粽子，丫还是个活的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你们俩够了。小哥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是个粽子呢？不过，那个照片上的那个人，一定跟小哥有关系。当然有关系啊！这鲁王宫和西沙海底墓竟出了一样的文物，肯定大有关系啊！而且这两个地方都和闷油瓶有关。哎，三叔跟我说过，老九门的盗墓活动都和这条鱼有关。这条鱼到底什么来源？没关系，我们人多力量大，肯定有办法。哎，我来生意了啊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哦，好吧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先回去再说吧，明天再过来。走吧。三叔，三叔，三叔，三叔。三叔，喂，海少，三叔不见了。